下降。我嘞，我来边嚟好见你节目。一个礼拜我人袂讲几个故事，惊无惊？感謝啦！是聽邊啲學嘅節目，我特禮拜冇估，一擺，冇估一擺，一擺講一道，幾個數。呢禮拜我未講嘅物件咧，就是唔知係咪個數啊，特別是我能攞嚟特別嘅邊，就是老趙金配加個張布地。大家好，我只歸來了。OK， 歡迎嚟我哋嚟學嘅節目。呢個禮拜呢，我哋講幾個故事。然後看那是讓就是很屌嘅聽眾，那是當今就是有心血來潮，我講心血來潮，我唔講啊，那是就是要拉薩掉咁，咪講幾個故事呢？嗬，我使嚟尋我人講。OK， 當今這個 topic 呢是等我學自己講學金培講先金培。我是聽對嘅哈。我有朋友吼，人講佇 KL 打海邊啊，有一個學生睡迄個宿舍還沒搞了嘅吼。然後有一個學生啊，伊暗暝愛困嘅時候，伊個12點嘅款吼，伊就感覺着講伊做功課做到一半，直直有物件炸了伊迄種，連續兩三暝本能款了，然後伊感覺介奇怪呢，做咩呢款了，家己佫看無，伊是感覺有物件哈影炸了伊款，特別事實上是伊無看到蝦米物件誒啦。然後有一日暗暝時吼，伊喺困嘅時啊，伊買伊個 digital camera 出來吼，然後切安尼款翕嗰種，亂翕安尼款咯吼，翕了去困咯，然後隔一早起吼，去學堂讀冊時啊吼，伊去了嘅路上嘅時啊，伊開來看吼，伊看到伊個目睭頭前吼有迄卡咧搖了。I mean， 看，一是 video 還是不？你是講是 camera still 啦，still 嘅 video 啦，唔是，不 still 嘅 camera 唔是 video 啦。所以看到啥人掉後尾卡呢，到底伊邊頭整呢？嚇掉，伊看到伊掉後尾卡，伊個目睭頭前。有戲，所以吼，伊逐陣咪讀冊時吼，讀到差不多9點點時吼，伊就感覺有暗物件，款炸了伊個款咯。你去問人時吼，人是甲伊講，迄間厝頂擺是有查某吼，食自殺咧掉暗死伊個，那伊無查某佇迄邊，所以到啊上個點時，伊就去做咗對上個物件啦，款咯。所以逐日到迄點時，伊就掉了迄邊個款。我聽雲吞講喎。是啦，我咪愛叫伊講，又叫伊講啦。雲吞你會 join 啊？雲吞，我未看雲吞人 join，雲吞那是你會 join，你甲我講啦。你對炒豆腐哦，那是你 join 我講 ，because 伊告訴我，哎呦400件，你 OK，我頂次聽到伊講嘛，我頂次是聽到伊到底咧咧維娃娃嘅 show 嘅事啊，維娃娃 show 名就咩啊？寂寞教室，儂去聽去寫咱度咧 ，Lonely Classroom 嚇，儂去寫咱度咧，你去做伊個 podcast 哦，甚至講未喎，講 cannot 喎 ，OK，แล้ว特別 anyway 伊講嘅嚇，伊特別下邊講特別 jogging 伊啷聽到？唔捌，我買可能是零零嘅，我聽我哎呦死，好屌先，我聽到。我聽到伊講嘅伊個到底jogging 是看到內流人嘅，我聽到，我冇聽到，我同咪佢去聽，伊講到底 jogging 是看到內流人，特別治療看者一人伊看到鳥，你睇嘛 ？OK， 大機會話，伊 link 是到你可以去你可以去 siaran.net。siaran.net 啊，是可能話 siaran 啊 ，siaran.net 嘅位，去 siaran.net แล้ว去找伊，你去嗰邊一個 director list 位directory list 位去看
邊lonely classroom 你去 click 入邊嘅是去個 lonely classroom 嘅 website 你對看到啦，你 scroll 嚟對看到啦。แล้ว你都ไปช่วยที่你คุยก็สุดที่เสียงดังเนี่ย講好話ที่大看到物件嘅幾啲 ，OK， แล้ว即係你咁配呢？唔是咁配，即係กระจังพูด你ไป講คุยก็สุด我是聽外小妹講話聽啦，我對邊啲事你小妹咪是學住學住叻，OK，伊是做即個 housing agent 嘅啦，係哦。賣厝遐尼物件啦，แล้ว伊講伊一個 company 本 joint venture with 伊人嘅 company 有遐尼即 housing agent 本係哦，แล้ว人逐擺愛去賣厝互人時啊，伊人就去看厝了，去修理個厝較好勢啊，去賣互人是毋是？係哦，แล้ว伊個即 workers 哦，咧嘛是去看咧厝了，大 somewhere in outdoor 嘅位啦，then 伊嘛是叫即 worker 去修理咯，伊個 manager 啦係哦。喂，Google 你 Google 蛋呀？就是在個陣部隊 Google 蛋咯，聽到咕咕就我聽到。我聽到。你講到對你小妹學做叻嘅。咧叫啲 manager 叫啲 workers 人嘅 company workers 去修理嘅厝啦 ，before 未去賣互人嘅時候。แล้ว咪是啲 workers 攞嚟打波去咯。แล้ว去修理嘅厝時啊，咧一個。人話車去迄邊價位咧，แล้ว一個去特別攞嚟去樓頂嘅人哋魔鬼牆反正就係喎，แล้ว魔鬼牆咧後咧別人無插小嘢可能就係去修理嘅厝 before 未去賣互人啦係哦，แล้ว一個就未去夾伊嘅一個 tools 嗰啲大車位啊，伊夾石頭嗰啲大車啦，แล้ว一個咪是講 OK， 你去夾即夾石頭嚟，我到陣個單條路咯，伊講可能大啲 room 嘅位啦，嘅厝位啊，แล้ว一個咪落樓下咯。落樓下後咧，一個到樓頂嗰去做去撬伊物件，佢要去 prepare 啲厝嘅時候，一聽到當後尾啊，成個人去趕伊都知喎，咻，佢趕伊都知喎。你邊去看後尾我冇半行喎，冇半行咧後咧，冇插聲，佢哋到頂佢哋做伊物件時，因為有時佢聽到啲聲，佢哋響叫伊哦，咻，佢趕伊哦。然後咧上嗰時朋友講免鐵土啦，你做下咩死鬼問伊朋友啊，咧冇人應伊肯啊。然後咧感覺上something 有應肯啊，但伊咪插上肯啊，伊叫做咧，伊朋友啲嘢都起來樓頂時啊，咧開門時看到一隻真正大隻嘅身大，伊朋友嘅阿妹啊。看到啦，你講走咯，唔好地啊，叫要走咯，我近排我見過咧，佢就魔鬼牆。我個傾橋咪叫咧，朋友咪叫我未叫咧，佢成個轉咧，如果咪看得走咧，攞嚟走咯，走對嚟後咧個頭家講橋好咧，未處，如果唔未橋啊，如果件處未橋咧話咧，頭家冇法，你講隻夾石頭未橋，本嚟夾石頭就係夾對嚟，講就買時就貴啊，因為人攞嚟唔加起都就係。你話你講安怎都唔加起，都硬就去夾你啲夾石頭都係，因為你處未處理條本都係夾石頭都係，有時攞人硬the next day 硬去夾咯，去夾到對嚟時啊。記住就攞你嗰啲發燒啊！你話咧，哎呦，我哋嗰啲聽了，你個 another one 嘅時候，你攞去賣厝本嚟等陣，燒掉聲。等陣，你個幾咯？你厝，你特別人去看厝嘅時候咧，就係講到接住厝嘅時候，垃圾掉，成日木鬼長啊是，成日冇咪好，冇成感覺冇咪爽嘅可能是啊。我是人去看，成人去未去吹厝嘅時，你去看。我特別一日我去看厝時，我真正 open 成個，我就放我嘅心開開，一個 feel 看，伊有成個咧刺激物件啊！尤其是咧暗樓卡 basement， 你講呢 basement 嚟是，你是去咧暗嘅角落頭，然後你 feel 到成幾啲我都買嘅。點解我去看厝時，到底一邊美國嘅時，我去看伊厝做個真嘅水就伊外口。伊樓頂嗰啲裝修做過隻新嘅物件，特別伊一格一corner位啊，我攞去 basement 嚟嗬，我就攞架去一啲，一直開攞架去，我開門啊，就攞架去一啲時，我魔鬼可能藏起來咗就，有時同我講魔鬼咁藏就直接，然後我魔鬼就藏啊，我就講 Bruce 講。別買，我別走，我就佢講買。because 我 feel 到真正我去咧最勁，我冇 feel 到個了。我今日去迄個一勁，我落去 basement 就 feel 到成隻幾啲人可能。
伊個吉利是安怎就，我就行落去樓下看，我對吉利啊，我無感覺到蝦米個。應該是伊邊影，伊邊影是八度嘅咋，伊壁嗰是八度，伊唔是阿毛灰咋，邊影伊 foundation 是八度嘅咋。你八度嚇，行一樓梯就落，無話估是伊一地上啊，伊寫一。伊靠實只正，你可能就八度塔，你是一直幫落對面解卡掉。我驚噶，我看到時我就搞吉利啊，我唔知啥物物件，特別看到成個是正，你可能就。伊所在是暗啊。伊暗暝是到啲 basement 嘛，伊到啲我厝，伊樣厝，我看厝嘅樓卡位啦，伊樓卡只去 basement，平常時，像我當佢慢慢到啲我 basement，特別我 basement 嗰陣是阿毛灰，有厝頂有夾筆，然後咪冚起來嗰陣做好事嘅嘛。伊喺邊伊拖卡是什麼拖，可能就，喺邊嗰陣是八度嘅啦。但不過只見落去時，伊有一個成個一個正嘅，可能就我冇去看，我唔敢去看啊。伊寫一個正嘅話，伊就八度，伊看嗰時一定有隻幫佢炸掉咗。你我唔介每樣啥物物件來，本來我講較濟是樣成啊，往時樣叫做三板嘛，樣就成啊，樣見 basement 有入水嘅是樣板入去啲個板一隻湯嘅，一板嘅位是水板出去個口可能啦。特別我看到我都冇幾多長啊，我 before 我看到一隻我都冇幾長啊，我就落去樓下就是到拉薩上部面感覺部面好事啊，可能看啊。了即係你咁配。咁譬如你幾把看過啊？有啦，我捌講過啊嘛。最近冇咩看到啊。最近冇咩看到，你成講安怎你冇看到啊？冇，我哋紐西蘭都冇看到。哦。你對馬來西亞是捌看，你成對去 visit 是會看到。打一幫對伊無啊，冇看到啊，特別會驚本咯。會驚啦，特別你細漢嘅時是細漢到大漢，本是常常看到嘅嚇。冇喎，我都唔知做咩所有大事會看到，我是冇咩希望會看到嗰你即運價是會看到啊？誒。你聽到看到講嘅係咩嚇？未記啊。浪料嘅鬼嘢咯。浪料鬼，或者係是啊？嚇，或者係浪料嘅咯。แล้วก็就是啲gần頂嘅學校嘅事嘅，你死講出嚟多聲，內人驚咪，內都冇講多勁嘛，學內隻鬼嗲咯。係你都講過啊嘛啊？講啊。你一個自己經驗佢未講過個，哇！成家冇啊。冇啊！你都不聽人講嘅，你講咪講這裡打講過。我個未記㗎了，慘啊！你同我放 size 放得出來啊？可能我。你到啲 New Zealand 時，你冇聽到朋友啊，係咩鬼嘅告訴？有我未記起啊。啊啦嘛 ，OK 啦，到啦學，你講咪就慢慢想啊，啦學家陣不地講話。家陣不地呢？for 我家己嘅咧，我細漢時12年啦，我冇看到啦。but 來班過我卡，佢哋是阿咩？我後尾嚟班我卡，我踢本伊未幫我卡。嚟班掉咧，我媽都教我講呀，我媽教我講，just 老啊，你嚟講冇啦，都寒邊啦，係咪？呢隻黑光大細漢時大嘅處理就是大啲，風突嚟位啦係啊。啊！聽到 echo。誒，你開咧啊？冇啊。Live show？冇。啊是家陣不地開 live show？我冇開到。OK。冇咧 OK。Then 我應該為咧，就是去咧厝垃圾嘅，真久無人睡到 ，because 我是帶一波搬出來邊領啦係啊。然後暫時找無所在大嘅時，就走去邊格去大咯。然後邊格厝 already。真無人敢去大了誒，因為人知講佢家厝垃圾嘛。然後我找無厝，但是無法我媽都去找佢家厝去大咯。然後但是啊，個了我冇算 family 嘅人，個了又丟個了啊。真丟。做亂啦，你厝垃圾咪嚟做亂咯嚇。然後想我個自我感覺丟咧，就是講你係腰係卡呢。嗰是紅奪會嚇。嚇。咱講啦，紅星會啦。會使啊，我唔是講得直格嘅咧，幾啦，紅星會個口望嘅咪啊？係咯嚇，你對白雲山位啊個只去，
尤其嗰啲似股嘅，你買邊架一世啊？邊架位咯？邊幾那經的啦？你攞幾間厝啦？都似一隻姊妹買啊？四個嚟，四嚟。七嚟兄弟啊？七嚟兄弟啊！แล้ว攞幾間厝啦？我睇到啲白寶嘅啦，似兄弟啊！嗰啲好差人啊！嗰啲好差人，嗰啲好掉。有掉咧，為嘛得啲cover紅咪冚絲紅啦，咪下黃鏡啊！你又講嗰啲想搞價別大行了，為嘛得看咧別大行了，夾搬走咯。叫講話嗰啲掉樹搬走啊！大冇久啊，大吧半年呢。你都別大行咧就走咧，好使是水啦，冇買掉啦，水甲硬搬係哦，你想扛個搬咧係哦，Then after that, han 冇 feel 到啦。一嚟講about continue 講我聽我上咪講嘅咧，就是咧 another one 咧，就是伊嘅即個做厝賣厝嘅人咧，就傳我哋即個 sales 嘅伊嘅 customer 去看嘅厝。keyboard， non keyboard。但我手嚟訂到嘅，唔管哪都做而家好啊。人去訂下，就只把靠佢貴嘅人去訂下。一出嚟攞你 customer 嚟看厝咯，啥咩個嘟啊，邊個位？然後即係攞你 customer 紅包嚟冇驚啦，你紅包嚟看時啊，一起即flat 位啦，伊個 flat 是208D 哦。那一去 another place 啦，一去唔到這個 flat 嘅 address 啦，一去 another place 嘅位，又是208嘅號頭有在哦，伊厝。那去咧厝嘅時候，咧一留一出來笑在哦。我話你是我 new customer 啊，伊個歡喜呢在哦。我 neighbor 啊 ，new neighbor 嚟講緊啦。伊講只久無人大，我 neighbor 咧，我一人大真間嘅，這個 flat 嘅，這個幾樓嘅 flat 呢啦。咧大埔講。你隔壁嘛是要買咯，是毋是？我當見帶 customer 來看你厝啊，因為無人帶咧，講無看到有人帶正格啦，因為無理由啊，伊講叫我夾鎖匙來開看，你開迄個門過開一半了才有，伊鐵門啊，你伊面度未開啊，無鎖匙啦，把伊夾手塞伊面度嘅時，面度開都才有，入伊個即 entrance 度啊。到底是注鎖匙？你做厝嘅人？即賣厝嘅人啦，賣厝人要互伊 customer 來看伊厝嘛，看你厝嘛。你鎖匙後過下咧鐵門喎，過開喎，無上 flat 啦係哦。過後咧伊即個 entry 誒門票，無鎖匙未開本，嘛伊用手塞會開嘅都就有，無人帶肯開嘅就有。因為伊睇老伯就講講話即呢部無人帶嘅是哦啲 empty house 嚟嗬。你話伊塞咧啲門開嘅時，即打波得內面借條超喎。有啊，佢老伯看到我掉出去點啊，家己走入去，家己嘅厝嚟鎖門起來嘅。攞嚟阿婆哋攞嚟阿婆講咯，講唔掉落咧，唔掉落咧，行咱走就叫咧喎。特別笑，呢？笑，你係你 salesman 都搞得搞你 customer 攞你搞得走嘅了。未必是你留住到出嚟鎖掉唔加出嚟。你講無人帶嗎？吉利，唔知是人還是鬼冇好啦，特別見到你乜是吉利哦。我借掉到這 floor 伊個卡位去笑喎。我實因為少人嘅喎，伊講無人，我實鬼少人啊。你大伯就上嗰時這厝係大嘅人，你 owner 大嘅厝啊，因你厝是唔是愛賣？伊買因啲笑。笑咧，講哎呦，計唔掉落咧，走咧，買咧，條咧，咁走，咁咪點？特別是欠條勁啦。伊去欠唔條勁，真係是啊！伊就甲伊頭家講咯，伊講內面有啊，遐尼物件咧，頭家講你去個咯，伊講我去點解？你頭家講你欠唔條位啊嘛？你講話你門鎖匙嗰啲會開嘅喎，你門講欠唔條位啊。然後 next day 去看時啊，空無半行喎，人家了規矩去看時啊。無人啦，開到對無人喎，但係老直 never come up，嗰時伊隔壁話喺垃圾物件，就請驚。你隔壁阿伯唔嫁出來啊？還是唔嫁出來？未必隔壁阿伯滿時來啊！你講你想做你賣厝嘅人肯啊，人啊，伊只
就係睇安肯誒 risk 真濟吼。係啦。感覺啦，人哋去修理啦，就係去看啦，無人帶啦，真驚喎。即係意味。人就睇很大，總係成人日本吼。就睇安肯 risk。咁配咧，你講。即係點樣講未了句下答？係啦，即係家陣不對，點樣講？我家陣講先，我聽了。我講話。another one 就是日本留意嘅厝啦，係哦。到底邊嘅？大厝啦，多日本。Japan 日本留意嘅厝當中咧，真係拿3本嘅厝一間啦。你定得，唔是可以定得做工嘅，咪是看到只阿伯。咧這間厝咧，伊是做㗎啦，村內嘅厝就有。做工做嘛，嗰啲啊。就係老厝啦。然後你再講人日本啊，人無拜紅光嘛，是唔是？人拜山神係咪咁樣啦？人做工做嘛都冇係咪去拜翻啦？然後咱等人入嚟啊，都冇計人嘅即係伊嘅老相嘛，是唔是？咱冇拜人紅光嘛？然後成日留意冇入嚟拜到伊做工做嘛，即物件啦，係啦。咧直嚟差輪留意都就係。伊做工做嘛啦，伊紅嘅做工做。我夾啦，係嚟差輪直嚟做家日本留意啊，出嚟真一亂啊！多未先未清啊！就做緊啊！然後伊甲我講嘅時候，我講你咪講到你厝頭前嘅你頭出來我為事講我聽咧，然後佢講緊啦，因家己做家己驚啦，我講啦你咪做緊咯。然後咧，日本佬伊講啦，伊對伊厝嘅事啊，伊接了看電視機哦，伊講看到呀，你早伊咪喺看電視機嘅都知喎。你早嗬，然後咧，伊講伊困嘅時本上物件去帶伊啦，係咪咁了啊？咧，伊講咯，伊講唔知，伊講啲到即間厝咧先未清喎，點有事亂啦，嗱冇計囡仔小家啦，嗱冇計翁小家啦，嚇啲亂就係啲亂。冇計鳥小家。你講死咯，伊講安怎呢？安尼厝邊下，你把一來位厝嘅時，伊唔是大隻龜啊，一間老厝，一隻狗已經大嘛。大個一接嘅時嗬，但係咪時啊？already 有 something happen，然後伊無得一肯就事咧，真係成個關係無插伊肯啊嚇。一當今來即你拿什麼嘅啲有邊個伊肯啊？所以咧啲出現可以看，肯定哦，咪個咧啲差輪呢咯。這是巴魯嘅最近發生嘅事，定到嘅事。等我等。哎呦，吉利！哎呀，你搞啊！你都問講啊？是啦，全部留意嚟。唔是啦，我唔話嘅，我唔制嘅。講到問講啊，講咪錯我嚟啊，我嚟除咯。就成機啦。我幾長啦，你上面再起我整啱未啊？如果啊，你每個人講，你每嚟除咯，我唔制啊。我買我爸咯嘅。咧我是翻後來查輪呢咯，然後咧講都自己注意到伊啊，一掉啲過嚟查輪咯啊，我個借出嚟。我唔รู้伊是只股啊，伊只接觸嘅時都有搞當機，還是最近搞來查輪呢？伊接去嘅時有物件去叮當下面個咧有聲彈咯下面，但冇看到影。一當機你about 2 or 3 years before 係兩三年整嘅時啊，伊就start嚟啊，伊影出嚟啊。嚟後咧所 until 啲亂翻咧，所留意登教雲吞。咁上下啦，แล้วคือ講過啊，有拖架湖啊，銀行湖啊，雲吞啦，就係你經咁樣叫行啦，我嗰時我行過隨到入邊嘛，แล้ว所以而家你經邊嚟啊，連你銀行湖嗬，嗰咧物件甲有 climb down 下啦，甲 cool down 都講下，較正，特別 still 有啊，有 still 會看到，伊常常來時若冇做你頭，肯直大粒下啦。你做你頭大粒，成日後都冇幾長咯，啲頭大，可能家己感覺人無爽啦，嚟話你成變啦。你如講直直嗬，even 伊睇到啲 computer 係咪先咧？你看到伊啊，伊到邊啦？手你頭頂翻，行過路翻嚇，伊後你看伊學樣翻啦，規間厝個咧講。你是跟伊一人看到呢？伊驚咩看到？伊驚細漢時看到。有看到咧，甲伊嘛講，咧伊嘛買下囡仔啦，伊講無啦，無半行嘅啦，未你食頭啦，上面可能咪唔夾
但按照當見囡仔大漢個人無 feel 到，伊驚個了 maybe 是對地人就變是歪啦係哦，了咱是 foreigner 來嘛，咱無去對伊勒索嘛，甚至伊對啦嚇，了所以來咯，來抄人咯。你當劍 still 看得到啦，當劍。still 個有個。你攞即係阿雲吞只個雲吞你要學我一你攞粒一條啊。你驚咩？伊學我攞粒一條來掃嘛。我記得我是有燒掉啦，是我驚故意是我就攞粒一條來掃啊。伊只個我雲吞只個呢物件，不知那個叫做嚟講雲吞講故意。Hello，伊個字嗬。啊，點解我哋那時就咱阿妹落時雲吞個而家早起做工嘅時候。是哦，仲未一擺落早起啊誒。佢哋一刀的嘛，我就有無影數。所以我哋落噶，即係或者看看我那是擺來無做工我個誒，擺來無做工我都未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กำพูนี่告訴誒。我唔知我捌講過，我係講死嘅事啊！我捌講過。我 try 下，佢講佢有人先你聽，就捌聽過咧，無等於聽你百幾嘅 episode。哦，我自細漢到大漢啦吼，我真驚啥，聽到人死嘅事啊、念經啊、做嗰啲國歷嘅事啊吼，我唔識係乜歌。成個嘢我係驚 ，even 我係講啊，我係媽樣貴姓嘅事啊，我冇去邊啊，對了樣做講啲啊。你是咪清咧嚇？嚇是我了攞食罐啊，係咪個了啊？我唔敢做可能嘅。你好，你係媽嚟。你好。點啊？再給你一點。OK，給你咯，就上啊。上。我把打對邊嚟做細講。有誒咯。你嚟講你。我講是大係你 flat 嘅，嗬，你 flat 啊，嗬，我頂包本今日係你 flat 正垃圾啊，因為佢經我暗嘅，正陰嘅，我不影啊，入邊我冇講正 confirm 係你是唔是係你垃圾物件，我冇去出聲，啊嗰一時我講死嘅事，一時係啲種 public 嘅係你係衛生所講嘅，嚇，即係人死嘅人去做咩位啦？ flat 嘅事啊，唔少你樓梯，嚇。แล้วตีเป็น嗰度แล้วขี่สิจะ驚แล้วที่สิว่าหมายังให้เป็นชัวกี่ลางยังเหียตีอ่ะมีกันแล้วก็โบราณแล้วชนกุยเลยซุนอ่ะตีเป็น小กิน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ตีเป็น小一半紅因我搞下啲牛尾อันนี้คนอ่ะ我湊佢掂咗個掂㗎啦好似作奇過口อันนี้啊แล้ว即係嘛啲即係冇人嚟見啊，係你家見人冇啊。แล้ว嗰陣時，你一到起到想忘掉嗬，嗱講我忘掉我答案啦，這個月有人死啊嗬，跟兩三禮拜就有人死啊。係死起啊，老實講。係死起哦。想忘掉我厝後隔兩條路有人死吼，แล้วคุณ車我那個講啊咪啊，我頭先忘掉我隔兩條路有人死吼，我媽咪我咪亂講話邊過兩禮拜真係有人死啊呢邊。哦，你幾歲死啊是？15歲。哦，15歲少嚟啦，當今個嘢啊。แล้ว我啊。我當今個嘢啊。啊，特別我冇得。我冇識聽你念經嘅，แล้ว我講死，我聽係搞考迄一名吼，我只走下隊啊，我唔敢留太暗咯，我只走下隊啊，我嘛計一隊嘅時，伊講一名錄隊吼，佢哋人暗嘅，因為伊是兩間嘅嘛，我講係一間嘅嘛，另外一間是空嘅嘛，空嘅伊有鐵門啊，個了冚嘢個了喺度。แล้วชุนว่าหมาเอากันเอาเลยใส่กองนี้เป็นปอกแก้วอะไรงั้นนะอีกว่าหมากอแม่มาแล้วยังอีกจะปวดเสียตัวเทียนเนี่ยอุลังคุยที่มือยังสรออะไรงั้นเนี่ยเสียแล้ว
特別迄天門是無開嘅啦，成日聽到人開嘅天門嘢係講茶面咁樣啊。誒，西講呢邊點啊？咪出聲啊！係冇聲氣啊！啊，嗰陣聽到成啲厝頂嗰邊啊，啪啪咁樣咯。哦，你是講你細講個人老掉做濟啦，博交你媽樣，博交啫。啊！你細講聽到嘁嚓聲是細講人點啊望出聲呢？嚇嚇！要記啲。細講嘅，人點啊咪出聲，咪插亂啊！一個人冇啊，點嘅啊！紅磡嗰陣嚟聲。因為伊是食久啊，甲了鐵門啦、鐵花面甲啦，伊聽到垃圾物件、嘢物件吼，靠了伊鐵花件啊，咁噔咁樣。哦。那成個古仔講哦，買落哪買出聲啊，咁。呢，我聽到我死意。我係呢，我驚就邊個哋想看到物件，笑啊頭字。邊啊嚟啊！等下我 camera 就成隻 camera 同埋冇咩好事哦，佢哋看住佢個嚇，你可能目睭看唔到，我知。อันนี้โอเค特別我講係你 Bobo Boy เหรอBobo Boy 啊伊講伊是讀你話泰斯人喎唔是泰斯人伊是去隻嗰啲啥 OK 就係成個 Bobo Boy 是係咪inspect 啊嗰啲啊 medical school 伊成個伊是成個做forensic 嘅喎，什麼是伊去開刀嘅死嘅人嘅嚇，開刀嘅死人嘅，叫伊 join 啦，係啦，你講唔是泰人嘅，我講泰人咩？係啦，但我都講泰人，我講泰人咩？我講泰斯人嘅，我答死咁。OK， 我等放落錄琴啊！即係波波，我個放落一下。誒，你 Skype 啊？我會 Skype 上面啊嚇，你是唔是 N？等我問下先，等陣等我看看伊 Skype 是幾啊？要開 Skype 咩？誒，Skype 咩啊？哦，等陣有咩？誒，我邊有冇依個啊？真冇覺得伊。啊，頭先我有啊。你名咩？等我問佢 Skype 名咩先？伊特別講伊是特別唔捌咩？伊唔捌唔捌學佢鬼講。特別我問佢伊現在伊記哩係什麼啊？哦，伊個 very lag 啊，是 Malaysia 嚇。你到 Malaysia 嚇冇？boy。Ukraine 啊。哦 ，Ukraine。try 看啊！我 try 看，我未看你你是Skype 名上面。但我想講我看伊啊，較早是 maybe 無。了 OK，等我等找到伊時啊，我咪問一個金佩，你真特啲，你話實條真奇怪怪，是無看到。你話實奇怪真無看到。唔知啊，可能已經冇俾人講話。冇俾人講未看到咩？可能啊，唔知暫時冇賭了啊，唔係我賭了啊，我驚。你看到阿魔鬼是講，你來做蝦米？我是阿魔鬼。咪嗰啲啊，你會聽？唔知啦，我一直會冇啊，我大一個會啦，冇賭，可能冇講真濟長人啩。你長人，該看到長人嘅鬼嘅咩？有長人夠安尼款嘅物件，我感覺。是咩？但我當然拍下，哎呀悲啊！咁冇 online 話寶寶 boy。我個驚就是講去山清明啊，我本無暑假。哦，怎麼說？驚。你是個驚個看到嘅嚇，你個驚個記啊？就是講會看到嘛，唔敢去看去接觸那隻款嘅物件咯，對。但我未看啦，我特較早嘅時候我未看，就只捌看過鬼啦哈，咱就佇咧鋪位咱有10幾個人去vote啦，有看過鬼嘅人有36%，
無看過幾人有63%，所以較濟人無看過幾，特別36%才濟咗。哦，係嗬，แล้วรู้จริงๆรู้กะกินบักขอกกุยแล้วมันพาเต้มันมาเทียกุยบาลังบักขอกกุยหลังนะสังกาแล้วใช่講กะจำพูดเด็กกี่無親身ขอกกุยมันขอกุยคิว包一看呢哈伊個伊個即個伊你幫我聽過伊紙講嘛對小妹個紙啦小妹個紙你講你把你小對你小妹個紙你把你兄弟到底你紅線會看到嘅時有阿咪無想講樣個 experience 係物件成咗呢喂兄弟咧樣有可能一個第目睭阿咪 number 6感覺人講啥一個感覺對可能啊我兄弟咧人我小弟我小妹個我知個咧人有就可能我有啦但無安尼響在安當啊我係 feel 淡薄輕輕爾啦係因為 that time 時嚟講上我 mother-in-law 死嘅時候 that time 嘛你人日本會去燒香啊所以也是咱幫咱去燒香咩伊香味啊 forever 我對嚟個我厝真假for about 2 weeks 上面未去喎伊香味啊啲條個我係講味啊啲去嗰度去做工啊又是味到伊味喎去 supermarket 又是味到香味喎我 feel 到可能死安怎話香味死又未斷見可能啲未走啊你咪是加留意講留意當家咧雲吞可以安講古啊有時留意家好啊咯所以我 print 咧我念到一邊係咪咁樣係因為伊比較冇我都 feel 到可能唔見咯你 another one 到即你實際上個你有經驗過奇奇怪怪物件特別唔是講正看到一線未必是我家己做大膽家己啊，成個兼備可能伊唔講伊唔家己，伊會看到迄物件伊唔家己係哦。那成個我咧，我咧，我哋感覺講，我未在度看到，我無未看到，可能我家己做我 make 我家己 strong 可能。那所以我無可能 feeling 咯。成個講佢哋行嚟個咯，阿妹錯狗驚咩？我無驚，無可能驚問差人我無係咪啊？我哋可能家己可能，所以我無安尼驚。你哪驚你哪會看到嚇？Maybe 啦，我 feel 到可能家己會感覺到啦，講哪驚係嘛？你咪驚，你 weak 呢度嚟玩咯嘛？是唔是？你個 strong fight back，伊咪比 strong 過伊可能。是你喊啊！我聽人講你喊，你有人特別有你看本嚟，你看你拄到嘅魂是做 strong 嘅，有你是真正有力嘅哈。伊你無插亂出，伊本嚟補個你只假你只。有你是有可能係然後響嘅真正響嘅走袂過，都走袂過啦係我是成個阮大馬斯基嘅位置啊，佢講住個馬斯基嘅時候，馬斯基是白雲山啦嚇。我係安弟嘅口勢啊，黃州佢紅城搬出來大舊安弟嘅口勢時候，就唔是大舊嘢啊。我係小妹個位cousin啊，樣看到樹頂啊，先是位cousin先看到，咧伊樣是阿毛囝啦嚇，位cousin啊，咧伊cousin係阿毛啊，mix 啦伊。伊發得是阿毛啦，然後咧伊就教我教咧講往細漢時鐵道。又講緊話阿毛囝？伊細漢時講我嘅話咧，當今到底你未有咧，伊個 kindergarten 誒帶埋伊就搬去London 去Scotland 啊。咧就未講咧，咧咪是看到樹頂咯咧，就教我講咯，講樹頂有 monster 會超，monster 會超。咧我無相信咯，咧如果你在細漢時講就歹死，但係batu asi ale bakuri ya kita tim chute khoi tan to lai ma si no tim ni to lai ya tim te ji tao bakuri bo lo lai lu zai asi batu no bo lo ai ai ka sen khwa teo lo kong monster chiu to te chu teng ui ne wang ka le bo song sin ne ha le je ho jiu le no bo song sin ne ho jiu le ko ta ya bakuri ki tim si ya i je khwa te le chiu 出來咯bro that time start 嘅冇人家去點樣處定啊？我呢個掉隻嘅，你爸你嘛會看到？我係買誒，我爸係because 我聽人講你厝，那是你爸母啊，其中裡面一個人會看到啊，你囝子有可能會看到。我係買，佢我有 younger brother 啊。
yang dapat one tu yang le suan lo le啊，住啲耐啊，住啲耐啊，伊讲特等大摆啊，了伊会看到很白心呢，个了伊一摆大摆会死啊。伊看到咧，伊佫无惊喎，伊人会看到人，伊人无咩惊喎。少少關事是。我講啦，因個加去拖字甲伊嘅喎。耶，捌掉捌掉。捌咯，捌掉咯，想看你打去找伊啊，會啊。喲。哦。但係當時話，講我無肯定物件嘅了，我學特登對邊陣時我都運嘅路隊嘅時啊，嘛講起3點啊無肯定物件啦。哇，留意嘅了咪應我哦，我想講留意困咯，講你困啊嚇，伊咪應我按掉出嗰條路時，問撚靠我講我到嗰條路就錯。我錯到要死，我是咩？我唔知，因為唔知啊，我唔敢去邊頭看路，未必到底邊一彎路都唔知啊。哎呀，我就真驚。誒，佢呢咯，我講條水地路仔借，水地路仔，我頂當時我講佢嗱打我啦，我第驚就是，你朋友打敗，到底係咪看到咧？是因看到先是因話叫我處，because 我處是水地路出來嘛，你再講國內邊啊，所以我就到水地路出來嘅時就驚個車驚來灣處來灣處逃避咯。咧伊是一查某一大波咧，伊查某看到嗰啲物件啊，伊度驚就成，哎呦唔敢看，伊唔敢甲咧大波大擺嘅頭前大擺嘅人講，伊大擺嘅大波呢度看到本特別唔敢甲查某講咋，所以就點唔敢看，特別車驚，實際個咩撞斷去咋，呢樣嚟講我處事嘅講已經看到成一查某。成個是穿甲白色衫咧，到底長頂面你知道，所以到底成個處長啊，然後特別處長頂面掉，然後你知道，才掉暗掉，到底嗰處長會掉咧，嗰咻掉，幾厲害！水地路仔驚。留意個講咯，都冇聽下咗你幾 story 啊嚇！如果大擺嗰邊條路咧，未使講起肯定物件就錯解半死。我有當時我補習啊，我阿妹補習啊，補習即係 accounting 是點解？Form 6補習 accounting 是補嗰隻暗嘅嘛。แล้ว補了是佢去你布拉迪古是晚上嚟接物件。有時我對處時，我有當時我冇想到嘅時，我玩下一條路對嘅時我 OK，但是講我就想到我學咁就想到我去嘅呢，我唔敢玩啦。因為嘛，我講，那是你請試機時候，你唔通看，伊驚，伊唔是講驚我看到，伊驚我是看到影，是咪條車驚來講係，我變做家己嘅是未必 accident 嘅是咪啫？有冇個換樓車啊？我個換樓車，我個金白，我個金白，我有當時rasa tu sekarang kalau kamu jeep chu jiki kau chu si wa rasa sekarang gili ni wa tu besok ni ha wa hal wa rasa tu sekarang wa tinggal wa ki kau tu si wa begi hal wa ji tadi sungai bakap si ha yang baru begi abang tua yang baru begi tua abang sungai bakap tua tu sungai bakap si kau Jawi abangแล้วยังตัว去吹厝，แล้ว我最对样做只去看厝，然后呢，แล้ว我就接到去那边厝，我就真正成啊，哎呦，该几里，一厝唔知做咩事，一厝成啊无糖啊，你就，你就惊这边厝是阴湿湿嘅那感觉，你就。哦。แล้ว，แล้ว就其實就冇事，因為一樣嘅，แล้ว我參掉去，แล้ว我就想，哎呀，唔該講咧，就做件哪下，你咪想自話亂講啦，可能。ยังคิดความไปสวยชูม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ม่ก็แล้วว่าอียังตัวชุดเสียกอง咯哎呀冇咩好事นะ可能實實淡薄唔是講有貴嘅上面啦แล้ว可能貴嘅是ยัง買水嘅就係勁處先咁做就係講出嚟講你是我唔知係咩事我未記得咪梅花子我或者就梅花子有時阿妹有咁開格調講一處係平時有淡薄垃圾嘅咯就是唔知是隻小人還是而是有些人成啊，一些冇咩好事，唔知總之有冇咩好事嘅事就掉啦邊。而是別人去大咧，處冇咩好事，成一人成去笑啊成。John 啊，未咁去。Sorry，寶寶一接。啊，講。你 call 寶寶。哦，寶寶接啊。寶寶。啊 ，OK。等我看寶寶都冇啊，我。等我看到 email，OK， 我等你 call 一下。咧寶寶是寶寶五啦嚇，寶寶是寶寶 hello，
Hello，Hello，寶寶，寶寶你好無？好，你寶寶你是邊個人哦？啊，各位聽眾，若是講你要再講寶寶是唔是邊個人咧？你就要禮拜過來倒轉來收聽我人講鬼個故事。因為寶寶咧是讀老官嘅，所以禮拜個倒轉來甲人講你鬼個故事。因為我人真濟咧，佢接落去啊！禮拜我佢講個幾那列車，日本啦，到底日本啦，日本件啦，即個。雷浪啦，咁啦走起嚟教人講，所以但是講禮拜你要參望聽講何里之鬼個是真驚咧，禮拜就俾到對嚟收聽。個有那是講你要聽寶寶驚咧，寶寶驚是超南頭一擺嚟教人講話，所以你要聽寶寶驚嘅故事咧。伊講嘅我計記你，伊講嘅我計莫幾長個叫就少，因為我特別未使記可能或者我計伊講嘅是禮拜我計post 喺 YouTube 嘅 video 可能看。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OK， 這禮拜咱講到平成啦嚇，禮拜咱再見各位聽眾不，各位嘉賓甲大家講再見。唔係，等陣唔係講再見個咱咱嘅特別嘉賓先，咱這禮拜特別嘉賓咧是家長布地咯。加金配，然後人咧特別個有，但冇人聽到寶寶驚，但是你咪聽寶寶驚講故事，個再看寶寶驚是唔是變輕啦？禮拜個嚟再嚟收聽。OK，當今過嚟講，各位聽眾講，拜拜，拜拜，拜拜。